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讲到种东西，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种菜呀，也着植物。啊，不过有哪个一种东西，我想起係用种的，係讲熟的，尤其是咩冇愛清楚，因為其實係哪個一種東西，我小嘅嘛解就係。菇誒啊，生來菇誒，佢係樣板來熟嘅，啊又有帶條種類喏。今日就有請到有菇誒嘅牛人，我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小嘅一下了。細細嘅嘅來分享，節目裡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姜桂香姐分享。大家好，我係姜桂香，我來到新竹人新埔鎮，我推薦天然農場專門種菇誒。哇，種菇啊，菇啊要當到種啊，桂香姐全部都要種啊，要當到嘅也要關菇嘅嘅知識，我來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啊，唔過我聽講桂香姐你係對新埔來嘛，對不對？新埔啊，新埔青島人大家第一產業就係起餅、吃餅。啊，你頭擺有做吃餅冇？有啊，我頭擺咩有？我外家做起餅做3台，因為我個個還要做，我做香香嘅啲擺度呢。我未當胃口呢。你未當胃口哦，烤嘅。烤個皮啊，啊個麵啊，做起餅啊。嗰時候頭擺係做起餅啊，你一下種菇啊，啊做乜嘅會開始種菇啊喏？因為我本身我就是兩公婆是做家己生產批發啦。啊，完全冇共用嘅行業。完全冇共，因為我朋友104年啊，當因為家己當到我家去啊，所以台灣有斷層冇人做啊。啊，我種法都人政府是輔導基地種菇啊。啊，我當我朋友我特別會去啊。會寫些我都是專門講咧菇精啊，讓別人種啦，菇精是專門講咧菇嘛。就同分享係啊，專門講菇。應該是因為講，你種出來些會改奶啊嘛，啊，還有會改奶會幫助散熱頭啊。係啊，啊我種菇唔是啊，我是水質冇話好到，你會經驗做下多到濕氣濕嘅哈，溫度落去做下長到。年假2年是為啦，我種6年咯，今年提6年咧。啊，種6年咧，嗰時候當認真去學習，等於講同樣嘅向行業嘅朋友，向下看佢安樣有轉行嘅經驗，安樣咩聽定。係啊，佢當到志願啊，當到農業家種菇種嘅生意啊，佢都做嗌師傅啊，所以我種嘅時節，機會來讓我輔導會教我啊。你像你一隻師傅，該隻師傅，該隻師傅。按多師傅嚟教，你少行，嗰種藝話艱苦一下子啲，讓別人就叫我教。少走一段冤枉路的意思啦，用清楚。啊，唔過聽下可能都唔啲，頭擺都呀新埔了解素材，頭擺咩有動到你有啲嘅種菇嘅，錯嘛？係啊，頭擺我新埔嘅唱歌啊，唱歌叫輔導咧都有農民有啊，佢提一棟是鍋嘛，到2月嘅時節，鍋燒下來嘅鍋乾啊，是拿嚟篤啊，拿嚟幾段拿嚟啉水啊，幫佢發酵。你到9月嘅時節有啊，喺菇料磨好是上架，放個風奶直轉落去，是種個西裝菇啊。啊，蘑菇。係錯，那就講秧菇啦。秧菇。基本上蘑菇嘅一種啊。嗰個頭擺新埔就有動到人啲嘅種安樣嘅秧菇。你係啲下60歲有啊，跟人下去我家啲講啊。佢講看到個秧菇，我就不刺激，我講啥東西？將幾多讀書讀嘅時候啊，兩兄弟本家會嫌棄摘菇啊，我講摘姜，將摘落個碰咧水體啦，我講天然嘢讀書嚟，將早上未讀書啊，搞3年水啊。哇！其實半年田啊，其實差唔多秋冬田啊，秋冬過天是冇嚟啊。哦，因為佢溫度啊冷啊，所以佢種喺冬田。當到新埔人差唔多60、70人都有呀共同嘅記憶。摘菇嘅經驗，7、8、10歲係種菇啊。啊，唔過你頭擺冇接觸過。冇啊，做起餅。我不敢做起餅，我都沒有接觸到這個。喺我種菇嘅時，你人嚟講，我樣地講。新埔種菇啊。
基本日帶來有一條無腔用嘅鼓誒，聽講誒貴陽這係中東多種無腔用嘅鼓誒，從冇，睇佢有那條小曲。你像還有種呀木米啊，係木米，你係cái鹿角靈芝，哦，你係黑檀鮑魚菇，還有N cái柳松菇。很多名嘅全部都冇聽過呢。因為N我輩看得到嘅是金針菇啦、紅喜雪白啦、杏鮑菇啦，呢種係下普遍。你用講嘅就想到頭擺有一個手機嘅嘅遊戲，就係學鼓誒，啊就會收集很多種冇腔用鼓誒嘅類型啊。這個貴陽這就係實體的姑姑的農場，對不對？對呀。嗰時候你熟悉懂到種冇腔用嘅鼓誒，今日就來同大家紹介一下。比如講，我順康嘅這個叫做柳松菇。柳松菇呀，我算係醫生款，冇啲我不會接受。我不會懂少啊。可是柳松菇它其實很好教啊。哦，樣板講。你當你專業教一些，佢要水啊。其實按種你水下濕掉有啊哈，佢都生起來。但是佢係熱天人會生啊，冷天佢都全部唔會生。嗰時候佢係上冬夾嘅菇誒。係啊。啊，初本日可能也就上一點點。你看，你從嗰啲下班穿空空哦，天熱熱是嘣嘣嘣嘣走完出來的。按夾。係一個晚上。啊，就愛夾夾老幾扎下來。天熱熱是該下太極人是扎啊，射擊也是聽講下就扎。按用算太極冇按呢？該冇按太極啊，該那個該差唔多根本嘅你媽咪扎。這麼精準是不是？基本一零哎呀，哈韓州唔得，啊唔過過幾點鐘就走得嘞。上當家啦。真的？係啊。哈，我覺得你好像在講什麼小寵物的感覺，你知道嗎？其實種菇是像影響小寵物恐龍啊，放過嘴。你像吉利亞有啊，聽講你有標起來，有標起來，應該差不多45公分，規矩當有人這樣啊，現在是。剪啊！睇冇去救，佢算係有嘅10個。啊，按用上到45公分，差不多會上去救。2、3個月吧。哦，它就要長比較久。對。啊，也就上冬假，假點鐘。它強，因為佢啲營養成分它。佢係冇強用。冇強用啊。哦，原來係咁。啊，一般像按用嘅柳松菇，也嘟好有啲團體咧。唔係啊。也按樣板色啦。唔該柳松菇係講對半攞佢切開了有啊，你要吃比較。精緻的有啊，你就是小火乾鍋，本給用一種烤一下，松茸的感覺，你烤一下你出來有啊哈，嘿，海鹽、胡椒鹽、粉粉啊是這些，啊你講個炒菜，你再切一節節，然後個芹菜啦，乜個高麗菜種啊炒咪做得。通通嘅都是要緊吞口冷水，因為這個菇味清好食，佢就係有一種特殊嘅菇味嘅味是會有個甜味，哦，很新鮮的味道，也就係菇味清有特色嘅味是。你菇而是都按新，而是落緊新鮮嘅有啊，凍熟啊，因為一般你市場咧賣有啊，你像喺度農場專門備冷藏，用咧，所以佢做得保鮮。對。啊，賣轉移哦，我特別爆菇冇雜菇，雜紅啊當學平愛收，佢只收是個菇嘅香氣。真嘅呢，啊基本嘢我想到誒，呀就係這個柳松菇，對不對？呀，就按用差唔多，按用嘅態勢就都係摘來食咧。係，我是看到。唔吃乾啊，酥酥。切一切。係啊，柳松菇幾下切，按嘢嘅袖珍菇有啊。就冇按，它又比較，它沒有那麼脆，口感都不一樣。口感一種菇嘅口感冇同樣。對，係。按用它一般對按用它冇接上看到嘅菇誒，也就個接受度高嘛，因為它冇看過。佢都買一擺專業煮，專門做為了錢。哦，真嘅呢，食到好食就錯誒。係啊。食到人嘅菇嘅清奇，因為就係現摘嘅農場就到順豐。你咬嘅是這脆個愛就彈得到啊。對，真嘅，呀，這不是那個酥炸皮的脆哦，不是。係菇本身嘅脆。真嘅，個菇嘅炒起來有一些像個竹筍嗰種脆脆的感覺，像凍嫩嘅竹筍嗰種口感，清好食。原來也就係柳松菇。係當到菇，其實對，你係講個菇係講刺來講來煮啊。全部煮湯未當我説啦，煮湯未做得。當然點解咁賣油啊？我當為了佢分享嘅菇樣扮演煮，你像菇煮湯啊，當然係水滾條條，佢係水滾條條落去頭嘛，我落去講做唔得樣嘢，你係3、4種菇啊，嚇冇同色，你落去切好啊，該
挖个啊，一点点的就是吼，落去就会细火按炒炒啊，多少出水油啊，你将水落去滚油啊，个汤当甜。跟我有看过，跟老爸做西餐的嗰条师傅咪佢用係安尼做，佢愛先留個水分逼提，佢就會當香，錯冇？那個甜味焗出來，安尼湯是會當甜。哦，你起間你唔會安煮啊？起間你唔常煮湯是水比滾啊，我咪計跳落去安樣啊。是講，安樣是湯下冇咁甜，但係菇又甜啊。安尼說那個甜味炒出來嘅。哇，我要吞口冷水啊！根本一出嘅當好食咧一心。啊，唔過菇嘅除咗好食以外，種菇嘅其實咪當辛苦哦。聽講要當只愛幾副卡人啊，三更半夜放起來摘菇嘅。其實講菇啊，嗬，佢經生啦。其實要摘到搶菜冇可能啊！我搶菜今年冇摘，我天講去摘得啦。但是我係菇做唔得啦。你啊下半天你看佢差唔多要去睇，你冇俾快睇啦，你差唔多嘅時間叫啊嚇，你算下時間，從你啊看差唔多暗晡啦12點就得摘，你家下是摘啊？最重要，忙到天光嘅快睇乃看唔得啦。是三強冇價錢嘅啊，食冇問題啦，但係看相當冇看啊。哦，古時候味道愛佢清好看相嘅幾隻時間，然後佢摘下來，啊有陣時佢可能會全部都空集時間生出來。佢即刻摘啊！哦，幾副客人都會下來聽數。係啊，冇啦，是兩三日就得。兩三日就見當人嘅，啊三更半夜咪去摘就炒嘅。哦，古時候其實唔單止種菜啊，也都挺辛苦，其實古嘅咪窮用啊，古嘅還有哪道有相關嘅知識，還有哪道辛苦嘅素材，要同大家來分享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富起來咧，我係做一圈阿 Q 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結呀，古誒有請到呀，對新埔來嘅貴鄉姐，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小結一下。啊，剛剛有講到其實種古誒咩挺辛苦，嘿，種物界都辛苦啦。對，種物界全部都當辛苦。啊，唔過呀下方面係有種按用人講到太空包嘅種法，錯嘛？按用嘅太空包，你係對哪一隻蔬菜拿來嘅太空包啊？對呀，太空包種到有古嘅出來呀，古嘅過程係物界同大家小結呀。唔像你啊做太空包哈，佢做太空包要人會專門做太空包嘅人啊。啊，佢做好在農安農場啲白土油啊，佢是強烈安用人。你表面啊哈是貴下罐的冇有水油啊，差唔多會表從咧一般嚟菇撈啲啊柳松菇油啊，啲黑炭鮑魚菇，差唔多表2張嘢。哦，就按用表。佢2張嘢，佢會按用從咧白白嘅菌油啊，佢會按見烘落個水底下咧。啊，哎呀，像廿包黑炭鮑魚菇。從啲係醬做出來嘅。就含芒油。佢醬做3日天。哦。係做3日，我是拿來半日看。所以佢就攞杯呀，這邊有拍拍嘅。佢啲係可以是會生咧。哎呀，片全部就含芒。佢芒，佢按餐貴啊，從啲用拍拍，從啲拍拍油啊，烘到啲水底下嘅油啊，佢啲透會透生啊。佢會透生菇哦，出來，你食到啲泡麵濃體油啊，佢是啉水，佢是可以是緊爆出來，緊爆出來是緊炸噶。哦，啊就會對蛋糕。係，沒有，佢啲種係按用種，佢按用種嘛，佢我啲係按全部按用表，佢話按緊上我係不會去，上好咧，像我啲泡麵濃體油啊，隔住呢是啉水，按用45度就按啉水，啉水佢是會慢慢地爆1記2記，摘體又會爆1記2記按緊炸。啊，你是啉水，佢就會開始生。係，啊，佢啉水哈，記得所有太空包種有啊，你是自來水做唔得啉。啊，為什麼？因為佢底部都有含鈣氯。你係講用啉自來水先，因為菇嘅濕度啊，會有個氯嘅顯當中。所以我哋為菇要啊，係整水抽起來，抽到天一隻水塔。佢經過個過濾器啊，過到天一隻水塔。還要過濾。因為你將水抽起來有個油沙嘅啊，油沙咪會做個菇啲味道啊。哇！所以你過濾到個天一隻水塔嘅水啊，抽起來就可以。多少個水質當重要誒？錯。哇！個豆腐卡移民嚟談講貴鄉姐咩做得半日嘅人頭做得帶轉豆腐卡去加種錯冇？做得啦。哦，啊你也就
本家就都种得起来嘿。因为你像你种诶，你都会用到几菌烘好啊，当然，俺是贵下烘到好咧，可是快爆咧，俺讲又可是本人行那转去种，那转去种哈，俺让人家讲是啉水嘛，你也讲冇。我们没有山泉水，矿泉水买一瓶就可以啊。其实你是喷的3-4下手啦，就按用喷就好。按用喷45度就按喷，几只粒包油啊，叫佢照嘛，是按叫佢保持嘅水分油啊。你是按用喷是做得咧，啊佢本一炸油啊，叫佢按用冲量为在你来呛，会照，让氧气溶体咧嘛，错个养分溶体咧嘛，啊你到水梅油啊，冇种咧，冇调体咯。哦，你老啲油脂头割体。地白都会奶啊，不卡要种花种菜啊，掉落喺地白都去啊。做皮哦，做菌状啊，做啲营养菇啊，有机土啊。哇！因为佢哋系菇又分2种啊，一种长啲是熟而打粉，去做啊发酵出来嘅。佢哋一种系要啊。是有机土，按人去讲羊菇该都有啊，佢稻草去发酵诶，所以讲又好复杂哦，又痛风嘅人啊，是羊菇莫食咁多，羊菇会食来穿烫过，去嘅草酸啊，按从其他所有啲菇有啊，痛风穿食得，因为佢哋未稻草发酵，佢系算熟而发酵诶，佢完全草酸性。动少诶少啊，比呛出来还少啊。根本你小姐嘅知识量好多哦，我呀第一种啲上口腔用。啊，唔过迄个人下带状皮肤卡同人嘅中古嘅嘅环境冇听错腔用啊。而比如说本地啱咩空间有冇？当你种厨房啊，厨房嘅角头啊。啊，你说嘅角头啊？冇用熱頭曬到，冇用風吹到是做得。啊，天火嘅工作得冇？你廚房煮菜先，你都冇煮菜，你火是關起啦。哦。你冇管你地界位啊，偶爾一下你講個煮菜先，個火冇埋爭。故說不用在個角頭就做得。錯，放角落就可以了。角落生物。當當然係用種嘿。真的啊。對啊，就當然咱用哦，偏手當發起咱用那個水性湯。因為水性湯啊，濕氣啊重啊。濕氣比較重的也是可以哈。對啊。按有一神奇哦，按有咩做得種就炒誒？做得種啦，青河膏啦。對。看要等於賣轉移種哈，佢摘到唔盤得死啦，按哋個翕相病人哋個，我講我又夾夾實實睇佢有冇摘過生啊？啊，真神奇！嘅老人家提擺種啊，當詩詞啊，對，真見像養小寵物咁樣。啊，唔過真見專業嘅啲嘅種，所以貴陽這個唐宮人嘅中古嘅素材是沒有用那種精密的溫控的。啊，唔過你全部就係用自家嘅經驗來照顧其他的古味，錯嗎？其實佢古當多種啊，有啲係專門熱天上嘅，有啲是專門冷天上嘅。按愛什麼3月份有啊？俺入太空包，像啲3月份還是入個熱天嘅太空包有啊，是表。俺也講冷天還是9月份有啊，俺哋仲有9月份差唔多了呀，還有推踢。你就會停定9月份是秋冬，哎，一定要跟着季節走。跟按用熱天做的種嘅菇，剛剛有講那個黑檀鮑魚菇，有啊，黑檀鮑魚菇啊，還有木米啊，還有cái柳松菇啊，還有咪有。香菇啊，佢穿種得，香港靈芝咪種得啦。靈芝咪種得，也就係熱天都適合來種嘅。啊，寒天做得來種嘅菇嘅有哪？咪木米啊。木米一年四季就做得種。做得。哦。還有秀珍菇啊。哦。還有香菇啊。啊，香菇咪做一種啊。香菇咪一年四季都有。哎呀，其實佢講香菇一隻事啦，香菇叫當多品種。有熱天的品種啊，有夏天的品種啊。就像這種香菇，可以都共用啊。你像佢啲係冬天的香菇，所以叫冬菇有啊。冬菇的香菇為什麼還香？是因為佢冬天啊，哈，還冷，冷的時節啦，佢霧氣還重，所以叫香菇上還慢啊。佢上還慢些有啊，它的香度比較有。啊，佢慢慢長就熱天的時節有啊，很熱啊，佢上當家啊。你是就冇按呢哦，原來係按呢。嗰時候根本已經同大家來分享，同到第三個要行開來每一類，大家可能唔認識的一種菇味，就是頭前上呢一類，懂定一下，這個叫做鹿角靈芝。亞種菇味，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
鹿角灵芝啊哈，你像你啊甜食啊，咪当地个补，过来佢嘅多糖体非常丰富有啊，但是佢係谷味一種哦，谷味嘅一種，佢本身佢為麩啊，它的營養來源是麩嘛。像俺亞比就是鹿角靈芝泡嘅茶，對不對？俺還有特別的秘方唔會麩哦，謝謝。俺先食看下。唔會麩呢，麩甘，然後後尾會帶甜出來。係，呀，係咪咁意思？因為鹿角靈芝為麩嘛，我係紅棗枸杞。係。冇冰糖啊，呀冇冰糖。我都專門做養生冇冰糖。哦，這個很好喝哎。呀，食起來就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未使用人來講，叫我煮呢一種係要啊嗬，嚇唔好。佢講佢哋屋企煮當做個當麩。哦。但是我諗講。飲食當麩啊，是寒啊，冷帶啊。哦，太寒。係，你像我幾乎我當一食啦，因為我自家種啊。唔過像按用嘅做法，係唔係其實做唔得不用太多。一般來講，像按煮一鍋可能3000 CC 好誒，我不用幾多誒，這個量下度好。你係講鹿角靈芝，比如說按你保溫瓶好咧啦，保溫瓶啊，你是差唔多15到20度，我都個切片嚟要啊。啊，嗰啲做嘅擠落去。哦，用保溫瓶就做得泡誒。係，就全燒嘅水要啊，你只泡6分呢，差1點鐘後要啊，你將一倒溫水落去，好，你是繞，你是在起價線。按用清風片哦，嗰時候今日你就帶大家來認識按用東定一下嘅鹿角靈芝，啊，每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呀鹿角靈芝應用版來泡茶。啊，其實還有當多種用途啦，啊，唔過今日還有當多東西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再來繼續來講一下，其實而家講講到呀，谷味同種東西嘛，該全部都共用。共用啊！啊，貴陽這邊雖然講有朋友來聽書，讓你少走很多冤枉路，但是還係有經過自己去摸索一段時間，沒有經過。還是需要經驗的。哦。冇經驗咪是這個空氣中的水質。要做啊，冇做嗰些調水把調埋，其實會粘體啦。粘體就，這樣你水分噴太多，它就會爛掉啊。啊，貴嘅就做唔得食咧。那爛掉不能吃啊。啊，其實唔知咩像菜，佢用菜係講生蟲嘅，就留嘅蟲嘅嘅蔬菜雜體就好。你菜講，你要落水。個水當多嗰時，你菜會綿啊，咁綿咧一下不是冇好啊。窮人嘅意思啊，要控制它的水量。啊，我有個病蟲害呀，對冇？病蟲害。其他病蟲害當我嘅我有啊。哦。其他病蟲害係有啊哈，你是古嘅雜體有啊，唔是做唔得瀉藥嘅。哦。你是用個烏磷肥皂粉有啊，攪啊有啊。順頭來噴啊，你知做的。你講我挺強鬆咩？因為係度種很多年咧。呀，全部係經驗呀，練出來嘅。從傳統嘅洗衣粉有啊，膠水啊，膠水按噴啊是做的。哦，佢樣子講到真簡單，啊，唔過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幾種古味，按多年咧也得心得哦，還有當中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分享睇下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其實阿群妹也按多年了，因為就是有一些咧說，就是他健康的飲食方法，我感覺盡量是清簡單嘅料理豐盛嘅肉，韓國菜。啊，我有時就會吃到啊，好無聊，好想再吃什麼其他嘅東西，但是其他東西當都可能係加工嘅，就會變太口。嗰時候我嘅男我伊嘅鹹菜就是菇味，嗰時候其實我也一部嘅凍汁是菇味，就是可能煎啊，也係講通啊，啊再個加一些些咧調味嘅也條粉啊，就會吃到一種就多嘅男我一種食嘅東西。嗰時候其實聽人講食菇味怎麼解，其實食菇味就會本呢食嘅東西有男我一種變法，對，比如講像一般來講，你做的食懂。很有點罪惡的，就是拿來剖，像那個鹹酥雞攤就會有個剖個杏鮑菇，也是紅紅色、青紅色的一種東西。對，故說菇味對我來講，真正上係我青好色的一種東西。啊，唔過
你要囤下来水，讲到就上会说嘞。啊，不过就像古诶有当到种嘅种类啊。刚刚有小给到像是这个柳松菇啊，刚刚嘅鹿角灵芝啊，唐贡还有一种菇诶，嘅贵乡姐妹有种，不过呀，嘿一田无嘅菇诶，故说根本伊无带它的本菇来，做在看相片弄太家来小给，一种菇诶按到巴西蘑菇。巴西蘑菇是用的一种菇味啊。巴西蘑菇它给当时它煮汤啊，煮汤鸡汤油啊哈，当好些啦。加个米丝系嘛，加米丝啊。加米丝啊哈，你煮鸡汤的时间，做得2-3片嘅香菇来用下煮。哦，2-3片就好。因为你做唔得一多。啊，米丝会当葱。巴西蘑菇没做没一汤多哦，它就是一锅差不多10类是做的。10类哦，你就等于就看下用。系啊，就等于做个一炸油啊，因为基本身会腐啊。哦。你冰糖豆的时节油啊哈，你冰糖豆佢会腐啊，所以你冰几炸个油啊，佢规锅嘅汤是当清甜。本油米丝就好诶。其实古味嘅种类真严当当嘅，记得我有一摆去山洪去露营的时候，嘅营主就同我讲，你就是懒没地路就拿一缕，我跟你讲这个要蕊菇味，拿来煮汤清后生。你就想讲要蕊菇味，变到汤地路会有米丝嘿，那就不用一蕊听听。有啊。你个规锅汤就系个菇味跟米丝诶。汉白你也有菇哈，拿来切啦，你做得炒椒麻丝，咪做得到青菜姜下炒，有咩菇有啊，炒啊，一水落去煮，弄个菇汤，味道就不一样。很棒诶。煮火锅没做得一菇。煮火锅没做得，古时候给家讲嘅巴西蘑菇就系煮汤，另外还有其他种食法冇？那就一般，你也讲该冇炸的个新鲜的有啊，新鲜的，你是拿来切片，用干锅去不去烘煎。也没共用同个松茸共用。按煎起来有按是撒海盐蟹是当好些 QQ。当天哦，用咩当好食啊？古时候汉白睇下，迄个有几飞色到呀，巴西蘑菇嘅花做得是呀，马个菇新鲜的全部做得按煮。起嘅全部就做得用按用的方法。哦，原来係按咧。不过有的菇嘅，平常时买到嘅时节，佢係像按用炒嘅，像迄木米啊，也係講香菇啊，當到就係按用像炒嘅，錯冇？炒嘅。你炒嘅香菇，你係煮雞湯要啊？你是講你要熟足夠嘛？你是。水母和干油川蛋河应该是水冲一下，一路冲下煮，你冇浸軟哦，你落去浸軟，這個煮是冇個香氣嘅。哦，意思就係講喺個我煮湯嘅話，湯啊細細啊，就好變落去嘅。冇湯啦，將個水沖一下，沖就做得，沖啊就做得，然後回層沖體。料理嘅先將個浸邊軟，然後水切，將佢煸香先軟。香菇水要留下來。係，志明愛倒進去，係做嘅鹹拌鹽嘅時間，就清楚愛。貴鄉這邊有沒有啲嘅做這個乾燥嘅香菇，錯冇？有啊。沒有啲嘅做啲嘅賣。不過其實啲攞會買啊乾燥炒嘅香菇嘅時間，佢會有分無同樣嘅種類，大部分係用尺寸來分，有紐扣菇。小顆的全部按照紐扣菇。紐扣菇就係青色嘅意思。是講紐扣菇。煮雞湯切只一落去是做的，唔是做個拿嚟切的。因為就細細嘅，丟誒，就一類就一盒，嘟好誒。它澎湃啦，冇切啦，幾類嘅啦。像按用，呀，係乜嘅尺寸誒？你係大中啊？大中，係啊，叫大中是不是？差唔多嗌嘅。佢哋按冇看見寫只個，佢浸水啊會膨起來，因為佢烘乾嘛會揪添嘛。你也浸水佢會膨起來，因為下太累地哦。下太累地嘅價錢就會下貴，錯冇？係啊。紐扣菇就下便宜。錯。越太累嘅就越貴。係。唔過也就下好切啦。因為太累也當少啊。是。因為我就個要打開了有嘛，佢度生薄薄滾緊生只多是只細累啊，所以太累也下冇人多啊。細累也會下多。原來係按呢。你去給他煮飯，你請靠煮那種尺寸的菇誒？我係講要煮板醬，我是用啲啦，而且煮湯我是個細細堆嘢喺度去做得咧。嗰時候同大家來分享下呀，偷呀炒嘅香菇有乜嘅優良冇？一般我都自家食嘅香菇，我就冇食個秋冬天種嘅冬菇啊。家下有講米絲下蟲。
去冷天嘛，去上寒慢啊，上寒慢会下喷啊，下香啊。按你讲热天去下空气下燥又下热又啊，去上下脚，biu一下子上过来，所以去下泡啊。像按用一般人。用分辨得出来，哪种系冬菇，哪种系热天种的菇的冇？嗰是看卖嘅人，佢有形容冇，有人人他講冇啊。哎呀，就係有那麼一件事情好，同大家來分享按到，幾項即其實有講到有關呀菇嘅，有相關嘅也就第一次做嚟同大家來分享。希望大家有興趣嘅話，其實咪做第次架去到幾項即嘅農場，幾項即有呀，還有帶導覽呢，知冇？有啊，哦，嗰是有到國小嘅啦，幼稚園嘅啦，現在嗰邊因為我要種菇啊，佢就來導覽，我想講，當初英語導覽咪唔知講，又把英講啊。叫我想講，俺用半年種菇，嘛個菇落去就介紹，好可愛哦，當到生意呢，係。哦，你有條生意呢，糖顏色，糖顏色啦，糖顏色，糖顏色啦。唔同家就講菇係用嘅生嘅。幾條糖顏色啦，我落幾條講啊，然後落幾條介紹要啊，然後講本幾條糖，我都冇用建議講啦，生意呢下唔會糖黑啦。家就像按用去學轉去做的。係啊，你從幾條。考試第8度呢食東西啊，農場呢，我專門做菇我不記得食。哇，有生意呢唔好食菇嘅嘛？唔愛。真嘅？因為人哋有刺啊，較甜嘛。因為有的生意呢會見色啦，就講哦，愛冇什麼該，愛冇什麼該。我有做香菇肉燒飯飯嘅食啦。好食。好食，一碗過一碗。你有冇想講種菇嘅，就幾件按辛苦嘅，用有很上到我來帶導覽。其實導覽的因緣際會啦，係幾多咧親愛，我是想講啊，個學生我是來導覽，問你一個導覽好，佢再落去窮鄉講，佢再遊來咧，再遊來按接面來嘅啦。我說係講有團體上去看呀農場嘅話，做得同桂香姐來做文做廠嘅。做得啦。真好啊！唔但搶有菇嘅底色好了解，因為現場沒有看到呀新疆嘅，也係板條蔥嘛，因為新埔沒有板條。新埔本身是板條最出名啊。台灣有新埔啦米農嘛，高雄美農。我哋新埔專門做春米嘅，條間冇窮人做嘅冇窮樣，唔過你有做冇窮樣色冇嘅板條。我哋啊搶色嚟有啊，我是用cái自家種嘅番薯啦。果汁機那裡打番薯葉，果汁機那裡打好幾下，一落去。嘅番薯葉嘅色，佢哋天一隻藍色係我自家種嘅蝶豆花，我自家要種蝶豆花，浸水。蝶豆花好顯色，好漂亮哦。佢中間嘅白色是染彩嘅米顏色嘛，過了嘅紅色是紅色火龍果有啊。你的火龍果也很顯色誒。對啊，火龍果本身，你講摸火龍果出嚟先是用幹嘛嘅啊？甜菜根。甜菜根咪做得加個色木咩動色咧？個黃色有啊，你是中藥店買個梔子花嘅籽啊，拿嚟浸水。全部田園嘅色就出嚟。其實我哋是表一點點是做，但唔是豆啊。你每嘢似架上嘅，同冇？對啊，我妹，我老公三十年強下上嘅，強下來上去做出像按樣當電影下嘅食物嘅板條，還做啲拿來炒。我本身我就是講，你都行業嘛，行業做吉祥最多啊，有行業的元素啊。所以我是拿來混吉祥有點像是那個蕎麥麵的感覺。你拌蕎麥麵，拿來混豆油，你就是拿來混吉祥。沒做得用炒的。我就是用炒，我炒油啊，五色板條魚炒啊，佢色會滿氣，會下。我都有用自家種嘅木米啊。嗰時候像按嚟去導覽嘅話，去參加按樣嘅香菇嘅農場嘅導覽，就做得食到呀板條，也係講做得做。沒做得做啊！你人哋都講沒做得做啊！我都唔是講教米都用半年做啦，做好嘅時節有啊，你板條我都是會先割開了半年都醃落去啦，是經驗才味道蠻足嘅。真豐富吼！嗰時候今日大家哦，做得了解到種菇嘅原來有按到按辛苦，韓國有懂到底色做得同大家來分享。嗰時候今日什麼貴雄在來到節目當中咯，謝謝。好，謝謝。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看下來走運通哦。
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签站，韩国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签站订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